各位领任，还有我们各位组长、处长，各位青年大的大家晚安。宣传书晚安。因为咱总经理呢，他这里开讲，在拍，所以呢，平常呢一个有学来甲咱各位青年做伙来做一个学习。那么感谢台湾书店，感谢做书也红组尊师会代表，甲咱何老前人吴大先生，还有我们前人的恩惠副前人，还有我们各位点师慈悲安排才有这个班次。安尼因为呢，学校感受讲咱爱上吼，遮尔济人，竟然叫我讨唔差不多人数学生所以为什么要关电话要关电风？应该安尼有看到吧？有啦，可以啦。嘿啊，因为遮来伤暗阮都无看到，若遮伤暗，遮要斗一支公兵吼，迄个工事看者。因为年纪有外，要充电风，是真诶假诶？阮年，安尼遮无怪啦，因为即班以上少年诶啦。哦。我著头头有来唱着哦，以前我本来要准备要唱，伊咧开我著要唱。所以这迄个天气温度会感度个人袂共款所以呢，学校本来先等到尾来，刚才搁换迄个即个半灯底较拄好，因为呢，迄灯仔来会热。那么咱阴暗呢，就接受着咱经济处咱还是甲56页嘛咱洪经理呢，互较通知讲，今年每年109年呢，阮两个搁爱学习启慧班，所以呢，伊甲我问看咱六祖坛经还是到倒一个所在因为伊讲伊会当做一个，拄啊离开时间呢，伊会当先做一个准备。那么当然，其实互我感受讲，六祖坛经伫咱爱上呢，已经学过几啊版互我已经读到即本册拢烂去所以已经互我嘛毋知影学过几遍啦。因此呢，照你讲，咱对即本经典会使讲非常的熟而且呢，咱六祖明祖师着对六祖以后多共火体因缘修习。那么呢，多共火体因缘修习了后，表示着讲，使命可以得，因此伫即本经典内底的经义，会使讲拢适合着咱备用修士每一个人伫修道，即是生活，即是道的即个经典。因此呢，会使讲非常的白话。只是呢，咱六祖明祖师，若讲佛教经典，就是要度众生。那么呢，每一个点拢着讲着咱每一个修道人的即个心病。因此呢，伫佛学安尼研究起来，对行由比甲后壁附属品，其实伊无离开本体就是伊开宗明义讲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的即个本体，甲后壁用体用意自的即个真理。但因此生，才法度得了成佛。那么成佛是当下真我做主人，才有法度来佛心的显现。因此呢，伊每一段所讲的搁伫即个行由品的即个因缘内底，当然就是讲六祖伊到尾伊定义啥物所在来弘法利生的即个经过。那么咱61页呢，互法得来甲咱各位前学习一遍伊遮有这细字仔呢，就是明慧智领下呢，为亲众愿，向地摧为经无宗籍，当别道顺之行之趁将天以为言，为明何解道明，撇书上机。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甲咱互咱了解讲，其实即个慧明呢，当伊到大武岭山骹的时阵呢，看到对我慧明的即个所有的即个修行人呢，伊怎啊照一个讲，做一个机呢，甲伊讲伊伫即大武岭的山顶呢，已经拢找过啊
拢找无即个慧的祖师伊即个形迹，所以伊家己讲了后，讲计换另外一个方向去找，因此呢，才互咱六祖慧能呢逃过一劫。那么即个慧能呢，伊后来呢改做道明，因为呢，伊即个慧拄啊甲咱慧能祖师共一个慧吼，所以呢，即一段伊是安尼解说。那么当然即个慧能呢，受到明水一指了后，伊为着要报恩，所以呢，伊甲其他追赶慧能六祖的即个象征呢，即个修行人呢，甲因做一个机呢，互伊逃过一劫。那么当然，伊来到遮的时阵，慧能好志坐溪，犹被恶人寻捉，乃有四会撇难拿人队中，环境一时误赞。是以拿人随意说法，拿人常令守望，每个生命真福气。每一饭食呢，每次饭食，这个饭互我做不了谈。每一饭食呢，以菜架煮肉糕、叶问即对外，但食肉比菜。那么当然，伊即一段呢，就是咱慧能祖师还袂写法。还袂出家的进程伊就是咱照着咱五祖弘忍大师的交代呢，到无非即种的这因缘呢，所以就撇难呢，伫这腊日队中。那么这腊日队中有15年，各位前下咱甲想伫这15年内底，毋是短短的15日，嘛毋是短短的讲一个半月，是一时5载，会使讲非常的久。因此呢，而且就是互咱了解讲，伫倒稳的时阵，一代名师呢，伊原在爱有，人讲爱大时机啦，爱大时机。所以而且咱讲，伊才讲即个随意说法，互咱呢，伫咱的参考册内底呢，伊有安尼讲随意说法，伊即个意思呢，当然就是讲见机斗教，因材施教。甲咱孔夫子、周立国的共款意思，嘛，甲咱佛陀呢，见机道教，伊的因缘是共款的。所以伫即套呢，《四义梵天守论经》内底，佛问这梵天讲：诸菩萨能比如来以是五力说法，是菩萨能者何殊？那么当然，佛甲这个梵天安尼讲了，梵天伊当然就问啊。何为如来所用五力？那么而且咱佛陀伊就讲，一讲言说，就是讲观机道教用言说来教导，以讲随意，随意就是讲因材施教，还是说见机道教的意思三者方便，因此佛有方便法门，有足侪方便法门，四者法门。五者大悲心会显露，是名如来所用五力，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那么而且声闻辟支佛就是自性人，咱凡夫咱就是自性人。所以后壁咱互拜咱去学习的这顿教品第9品内底呢，就是咱六祖讲着自性人，伊无法度人像菩萨安尼。行六度万行，所以尾来修的就是阿罗汉道，甲辟支佛。虽然因会当了脱轮回，但是无法度通成就佛菩萨的高位，所以呢，而且就是讲，声闻甲辟支佛，因无法度通善用因的善巧而且方便法门来度众生。那么而且咱六祖呢，伫这腊日对15年，伊虽然无正式方法而生，但是呢，伊伫这腊日对伊嘛随意说法。听讲若是细只，细命下较细只，伊若看到咧，伊拢甲放走。即个拍蜡的人啊，转来呢，甲问讲，为虾米咧？我掠遮济转来剩遮？伊拢讲你的网仔破去啊，拢叫走去啊。伊就是拢安尼随意说法，而且呢，会当伫遐呢放生足济的即个动物。那么为虾米讲食这肉边菜呢？随意说法，伊个第二个解释讲，大乘起信论一本册嘛讲，当地如来善巧方便，加以言说引导众生。
但是伊个基础咧，就是爱理念归于真纯，要受一切相哦，甲咱一切的这心念的所绑，啊，就是讲爱离开这个心念哦，因为咱拢有啥物执着、分别、妄想哦，这是咱众生离袂开的这三项。所知中，就是有分别、妄想、执着，这是咱每一个众生人所苦忧的，所以咱会作为众生哦。那么，搁再落来遮呢，有一个哦，这是学校课，因为以早学校学中庸的11种到12种，互我读到遮的时阵呢，互我感受到讲，咱六祖呢，伫大英对比15堂，就亲像咱本自之道、非自本，非自本伊这个意思是共款的。那么当然有抱团，就是讲单团独修的时阵，就是稳重的时阵。得稳的时阵，就爱大时机，就爱大时机。那么亲像咱这大开抱团，咱嘛爱利用大开抱团万古期的这因缘呢，来度化众生，度化有缘的兄弟姊妹。那么伫遮呢，伊伫咱12种，伊讲的意思当然是讲到本体智慧是道之用。因为抱团的时阵，咱爱先用抱团去度化众生；稳的时阵就是体那么单传独修，就爱修到3000个、800个、完完带咱一丝传一道。迄个时阵呢，咱就爱认真修，像咱过去说1分2分3次5分，咱就正成去。而且因缘同款，就是伊的慧智本伊的意思那么而且咱六祖伊伫这大人队内底，当然就是得稳的时阵，因为呢，咱五祖有甲伊做一个交代有误会即种那么当然到后壁呢，伊就搁有而且会讲为虾米伊爱食肉皮菜？因为要避难为了避难。那么当然咱伫食肉皮菜的人呢一般的人咱拢会认为讲伊是送真肉，亲像咱泉州一个刘姐伊就是有来咱遮个保端节咧，因囝是咧卖牛肉开一间牛肉店无大间呢，伊捌带我发去阮入面讲叫我拄仔食饭，伊鼎要洗用清气要煮阮食，阮甲讲阮迄个厝里有人要找阮的啦，人讲偌好意呢，保端节偌好意，讲叫因囝洗用清气，阮囝入面读较着讲戆安尼，真正有讲重的即摆伊准备请考，伊甲互我讲老师啊，詹老师啊，伊叫我，伊袂晓叫我曾老师，伊叫詹老师啊，阮囝开牛肉店的，我要请考敢袂使？我讲哪会袂使？因为你是你呢，恁囝的意念是恁囝的意念的，你生伫伊的囝心是生袂伫囝心的那么伊开牛肉店，你更加爱做福报互伊慢慢的咱将受你的德来消业。因此呢，伊即阵无法度叫因即摆伊请考了互阮感觉讲这是毋是一个磁场伊袂请考真正因心父阁叫伊有法度沟通伊请考了后，因即个迄个是啥物针婉珍，就甲阿说讲，妈妈请考你嘛阁互伊注册的。因为即句话，因心父知影讲安尼因囝无法度人，因妈妈无法度甲煮即摆拢伊家煮。当然嘛，因为完整就是保端节的祖囝伊就甲讲，妈妈即摆食素食啦，恁囝要食你家己煮妈妈袂当甲恁煮安尼。当然这嘛是祖囝替妈妈出一个力。我算不管保端节安怎偌好意对因心父拢无能接受。伊甲讲无，詹老师，我甲煮我莫试点香敢好？讲不要紧啊，为着要圆满人道咱莫甲试点香就好嘛是甲煮互孙仔食但是到尾甲因媳妇讲，因媳妇嘛袂接受，无法度呢。迄保端节来回长安尼讲安尼互我甲讲不要紧，咱因为咱咧修行咱食素食佫兼修的，咱爱态度佫放较软的安尼。到尾也无法度，人迄个大汉媳妇讲，这妈妈遮好，叫你大只，甲你内底管好好，囡仔转来有人顾个带去勇敢
所以即摆去住哩，后端就住哩香港，人遐大汉新妇偌欢喜，互我人敲电话，我足惊伊去香港吼，食素食无方便。啊，因迄个大汉新妇哪有要开智慧哦，生产，啊，人迄交就甲我，伊电话交我安尼讲，互我惊伊食袂好势。伊讲哦，张老师你免烦恼，你拢免烦恼哦，小妈妈，我妈妈伫遮食素食有够方便的，阮遮做侪素食的。 啊，我嘛拢尽量家己食素食，我妈妈煮啥物素食，阮就食啥物素食。其实迄个包端节是足好煮的，煮得歹啊。伊伫迄落炸黄炸黄诶，伊伫迄个做啥物啊？煮迄个素食迄个做啥物啊？移花斋，移花斋是炸黄诶。阮去因兜吼，伊迄煎诶拢用面汤啊底咧，大锅煎偌济项咧。哦，阮一面汤啊几偌项炸黄拢是有够好煮的。啊，所以呢。 因为伊这3斤吧，啊，婉珍就甲我讲吼，啊，阮妈妈吼，伊去客了讲伊要食菜，啊，但是因囝开牛肉店，打开2年开始要趁钱啊，要叫伊收起来嘛袂使。我讲吼，你毋通安尼，安尼你妈妈要食素食会足为难的哦，因为因兜嘛是一个大家族，啊，出入咧聚会，还是讲亲戚咧结婚，这是对伊妈妈一种考验啊，因为大陆食素食甲咱台湾是无共款的哦，啊，但是这个包端节吼，伊真正足自卑，伊记的遮成绩，伊要去拢家炸，拢家煮的炸去，啊嘛是叫人安尼做食哦，这就是伊可贵的所在。所以吼，我甲伊反正讲难能可贵，就是在这里。啊，因为因妈妈请靠了，精神愈来愈好，所以反正嘛就肯定请靠这个代志，只是伊的因缘还袂成熟，但是呢，因为伊咧做绿叶的一寡生活用品，啊，以早咱冰箱拢会家己买，哦，阮即满嘛拢会家己买。结果有时啊买30箍尔吼，啊去拢会包一个红包100箍，互我即摆讲的是人民票哦。我讲吼，反正我们才满30块呢，你不是100块？伊讲没有，这个跟我卖你东西没关系，要送你们不要，你们说不好意思，我会收钱哦。啊，若保险大概来讲的保险，一定包100还是包200？哦。那么你家呢？我发的改，伊妈妈改水这3斤吧，3斤肉的这个姻缘哦。那么当然这是重要啦哦，这是要食肉边菜的人的一种的说法。但是伫佛菩萨过去嘛是安尼解说，就是讲我无看到现场咧谈，没有听到被杀的声音哦，不是特地为我而杀。因此咱若去肉店买菜买鱼，咱拢无看到，这个叫3斤肉。有人拢会讲哦，这叫做3斤肉哦。因此嘛，才讲咱人生有3大罪，就是啥？马尾的时阵请人客哦。 迄是为我而杀哦，迄顿就真正为咱刣哦。第2大罪就是啥？结婚的时阵，你请50桌，刣50只家总是为你刣，为你即对新人刣的哦。啊，来第3大罪就是讲，咱后生啊往生去食冤枉道。因此，即阵你看咱即摆食冤枉道，大部分拢办素食的，无啥人会办车真少哦。啊，这也就是讲，咱今日讲到这3斤吧，伊的因缘就是伫遮哦。那么咱六祖呢，伊才来面对生活好食啊，捕获倒来这动物呢的肉，是只食肉边菜肉，这是真正懂得吃素的意义。因为迄阵道本哦，伊一定要稳住伫迄个所在。伊如果若讲出来，咱就知影伊是一代名师六祖，啊，伊就生命危险哦。所以呢，咱其实咱食素食，伊真正意义是无断掉咱的大悲咒。 啊，就是咱咧食的时候一定要静心，清净即粒心哦。毋则讲人有达到，但是咱一般凡夫众生呢，咱的意境拢毋是安尼。咱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哦，咱像咱去食菜，咱看到这毋是素食，咱绝对毋敢食。所以我们还是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这个意境。啊，为什么咱济公老师有法度让酒肉穿肠过？ 啊，佛祖心中坐，人个是意境已经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哦，咱食肉的，咱会是感觉讲，我咧食肉，有时啊，像我打青口的时，我毋知咱敢会做梦啦，我会做梦呢。我做梦讲，安尼看人咧刣鱼啊，啊，佮钓人咧食鱼啊，种种精神，我好佳哉，我做梦呢。
人讲这叫做网课，是毋是？你讲会，我当开始请的时袂哦，但是一段时间2、3年了哦，会忘去呢。啊，忘去的时阵呢，这叫做咧考验哦，表示咱的清净心还袂显露，哦，表示咱的清净心还袂显露。那么呢，这一段就是讲当时着做，伊还袂出家请考。当然啦，伫佛经内底伊的记载叫做出家啊，请考是无法家的。村口敢若是咱北洋修道士哦，北洋古代内底有即个请考的即个说辞啦，哦，伫咱佛教哦较少讲请考即个说辞，哦，因大部分就是出家啦，啊无受洗啦吼，受戒啦吼，受戒啦，吼，受戒啦，受5戒还是受啥物戒吼，因较少咧讲请考，啊讲请考是咱北洋一贯的即个道亲咧讲的吼。那么佛法今日呢，因为佛法有一间伫柳营，我咪无载我去啊吼，啊即摆吼佛法迄落，伊讲我要倒来超人客啊，你吼用了吼，敢若是去照心脏的断层扫描了。啊，伊讲啊，你啊家坐车倒来无等遐久，我讲好，互我着坐着一个做陈小姐的车，就是迄柳营伫遐等车的柳营车，奇美的车队。啊，即马呢，奇美车队遐是毋是拢国民党的？敢是？啊，即马国民党起来做啥？哦，今日咱摕昨下摕一堆迄落妹子叫我呢，我真紧迄个要选举迄个啦。哦，蔡玉辉。蔡玉辉。啊，伊个吼，好好，有要甲倒迄个司机了，要倒迄个小姐，伊是大陆过来，吼，伊是福建吼，迄落敢若讲石狮遐过来。嘛石狮对，啊，互学是想要倒伊，所以我甲交伊了到阮兜，哦，啊，我讲后摆你有时间再来阮兜坐，啊，阮有请来。即摆线伊咧支持蔡玉辉来找互学啊，啊，因为我昨去抽会嘛，啊，伊就打电话我讲，哎，曾姐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下营呢，啊，有什么事？伊讲我要去你家，我刚好载客人来中影，要去你家坐一下。哦，啊，当然安尼好啦，我想讲啊，我机会来啊，结果。我要去甲我蔡玉辉邮票啦，啊，即摆就讲吼，咱的庙司里对啦，互我就甲讲，我讲吼，你甲迄个蔡玉辉坐讲个清楚，阮是一贯道的活动，阮毋是庙司啦。啊，即摆伊讲安尼讲，咱拢民进党的哦，咱伊讲头前民进党吗？伊就讲安尼毋免去啊，迄种民进党的尔。互我啊，即摆迄个陈小姐就甲我讲。啊，曾姐，听说你们的道亲都是民进党，我没有嘞，我是国民党员嘞。我一条国民党员，你敢要相信？我阁有咧拿钱的呢。但是咱要选落啥，敢是实在人的，对不对？哦，我选落第一党，我国民党员，但是我要选落啥物人嘛是实在我选。以后选举，或选不选党，我就绝对爱选吼。迄人真正要替咱做工课，对不对？哦，啊，所以呢，而且，我感是讲。咱人吼，毋通分别心嘛。伊直问我讲，你是啥物寺还是啥物庙？我讲毋是啊，阮爱上佛堂。伊讲，你是啥物宗教？我们是一贯道，也是佛教。哦，阮是有拜祖先的。伊讲伊是佛教，我讲我嘛是佛教。哦，伊就甲互我讲吼，伊要抓蔡玉辉，即摆要选立委即个蔡玉辉的即个候选人呢。来找佛法，还是来找咱佛堂遮济？我讲好，阮欢迎你来遮济哦。啊，会当甲阮熟悉。啊，我就甲问看伊有开智慧啊？伊讲无啦。哦，啊，佛法甲讲吼，你敢有机会？我即摆要来台北一工回来，我要带你来开智慧。哦，啊，我来讲开智慧的好处。啊，至于选举呢，因为阮传统文化的老师较无咧干涉到这个选举。因为咱传统文化，阮无分别心呐。啊，伊就讲安尼哦，我讲嘿，没错，什么党我们都支持哦。啊，阮大部分阮较无分别心，讲阮支持做一党，支持做一党，阮无即个分别心。因为阮是传统文化，阮也毋是新意啦。所以伊就讲原来这样，好。啊，下次要跟或许来佛堂哦。啊，所以呢，你家也是讲，咱拄着啥物人，咱都要随意说法哦。随缘度化，
啊，这个伫遮就是一段的互法，甲咱摕出来，佮咱加强分享的即个三个要点。那么搁再落来呢，互法可能今日呢会甲咱分享到64页，64页。来，搁这一段后壁咱64一日思维，时当方法不可常论，随出自广州法性事，得印宗法师讲别环境，时有风吹翻动，一整愿风动，一整愿翻动，议论不已。非能尽愿，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那么，伫遮呢，咱六祖呢？伫大英追美15冬了后呢，有一天，因为呢，咱五祖弘忍大师有甲伊交代即摆来佛法就是要刻意会当留步将来所以呢，伊绝对有度化兄弟姊妹方法人生的这使命。因此呢，互我最近常常听汪宗和领导的这演讲伊拢安尼甲咱讲，咱今日会当来遮参加这经典班，会当来求道、修道、成就道场的人才。其实咱毋是根基做着佛缘尔，咱拢带使命来。咱今若无带使命来，咱毋免做甲遮艰苦。就亲像互我今日搁去长甲福建人出教方面，今日搁爱去甲前人出教方面，做电文书。真正无开碗嘞，是毋是安尼？搁请示，搁爱出教方面，搁爱安排时间去。那么出教方面的这因缘，当然就是这个电文师出去办道，会当接受到富建人甲前人的祝福。前人讲，毋是阮爱你一定爱来出教方面，我知恁咧电文师大家做无用，就一定搁爱来出教方面，这是咱15条佛规。而且你有来出教方面，会当得到阮的祝福。那么当然最近咱有得到法益崇德的这个因缘嘛，咱富前人甲前人嘛是甲互我讲，你去着爱细意爱小心，爱慎重但是袂使无去，因为互我甲富前人讲，无阮即阵就莫去因为我10日爱赶倒，20就爱开始上课富前人讲袂使，你一定爱去你安尼毋当转来尔，你茫有迄个热度叫你去，你上少去10天，搁有差所以当然呢，互学第一互学嘛是要完成互学今年而且点睛咱富前人给后续的一个目标这是互学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二就是讲爱去成全道场。那么当然伫即一届去办道呢，会可能咱富前人甲前人的交代，就是要非常的小心爱非常的小心。咱互学呢，爱袂去到位的，今日阮民方一定拢甲互我安排好啦。讲，迄个下晡呢。